伫咧家己中部的龙兴村有一间古早的坟场，政府即卖按算讲要甲伊改造互失智症团体大做会主体，嘛提供一照中心临时休眠服务，照顾家己县的失智症老人。厝顶的木造结构开阔10来空间，这一直是讲袂着分草买卖场所，后来一直无咧使用。 即马要起一座日调中心，而且阁有照顾失智失大的团体厝体。咱足好啊，咱是爱有位啦，有所在啦。嘿，你若不是阮金兰无所在，我都无法度做。无像你这所在遮宽安尼，无法度做安尼。在团体家屋里面，它好像是一个家的感觉。他们可以在一起聊天，然后也会分配一些事务给他做，也把他的那个退化的那个程度可以让他一直延缓这样子。 这个因照顾失智失大的团体厝体，暗算会提供24点钟的照顾服务，减轻照顾者的负担，嘛替失智失大提供更较好的照顾。嘉义县卫生局表示，这个空间争取到4000多万的预算，除了打造一个功能多元的照顾中心，嘛要来保留古代的建筑元素。 为了照顾我们那个中埔乡以及我们嘉义县的一个长辈哈，所以把这个闲置空间那再利用，那跟县政府这边一起来争取卫福部的一个长照整备的计划。那我们这一栋它是一个块木的木屋架，然后我们认为这个已经有一个类似一个历史建筑的一个意味，所以我们这个既有的建筑物我们会把它保留，然后去做一个修缮。 根据嘉义县卫生局的统计，目前全嘉义县65岁以上可能有失智症的失大，大约有7000多人，佫需要真济资源来协助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